我是神经病，改变合同意思的是我。哎呀，能不能不说这个了？再说那是个意外，没人怪你啊。这个陈婷啊，被朋友叫去打麻将啊，让小凌霄在家带妹妹。这小姑娘爱吃核桃，平时都是小凌霄喂给她吃，就一粒核桃卡在这小姑娘的气管里，而门又反锁了，这小凌霄出不去呀，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等陈婷回来啊，这孩子早没气儿了，憋死了。陈婷，就剩这么一张合影了，给孩子留个念想，行不行？你给不给？赶紧上学去了。你给不给你？哎呀，哎呀，你神经病！你打孩子！一切都是我的错，对不对？你大哥再上审判你了，咱能不能不说这事儿，好好过日子，成不成？你可以不提，你可以天天不吵架，我就得过你该死的生活，我就得过该死的生活。还有你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给你妹妹吃核桃？能不能不提核桃？能不能？我说错了吗？都是他害死的。别说这事儿了，行不行？是他害死的。闭嘴！